大家成日聽到鮑魚味濃，究竟鮮鮑同乾鮑有咩分別呢？首先，乾鮑有一種獨特嘅香味，唔同嘅品種、唔同嘅頭數嘅乾鮑，以至陳化嘅年份長短，都會令香味有所改變。當然，年份越長，鮑魚味就會越濃啦。相比之下，鮮鮑咧就比較清淡，但勝在口感有彈牙；而乾鮑咧又因為長時間咧反覆曬製，形成溏心嘅後果。而富林飯店咧亦堅持使用日本嘅優質乾鮑，確保香濃軟糯嘅理想口感。烹調嘅方法咧各有不同，鮮鮑咧有好多種做法，最主要咧都係想保持彈牙嘅口感為主。乾鮑就講究還原本身嘅香味同埋佢原味道，火候得宜先至煮得到軟糯溏心、香味濃郁極致嘅滋味。大家可以見到切開咗乾鮑之後，中心呈現苦白色，咬落煙韌軟糯，而帶有黏刀嘅感覺。喺呢種嘅香味同埋質地喺鮮鮑度根本係冇得比味嘅。